食住其實差唔多，廣東旅遊更超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廣東旅遊嘅林仔。今日同大家推介嘅呢係 CFS 129超時空男神音樂會5月31號呢條線路嘅話呢，我哋首先會喺9點半福田口岸集合，或者係9點半深圳灣口岸出發。咁呢條線路，我哋會帶大家去參加超時空男神音樂會，分別咧係由蕭正楠以及曹永廉舉行嘅。咁啊，可能大家對於曹永廉嘅印象咧，喺呢個妙手人生中嘅向宗人，以及大太監中嘅安德海，或者係倚天同盧敬中嘅宋青書。但係大家唔知道嘅係，佢係以歌手出道嘅。無論係佢唱嗰首《長夜動人燦爛》咧，係非常之好聽，以及蕭正楠咧，可能大家對於佢嘅印象咧喺《中華小當家》中嘅劉岸星，但係佢唱嗰首《10個分手嘅理由》咧，亦都係非常之動聽。呢條線路我哋連續2晚住喺同一間酒店順德駿景酒店，專享酒店戶外花園式泳池，咁啊唔使晚晚搬行李。當然啦，喺行程當中咧，我哋亦都會帶大家去食呢個黃媽媽懷舊私房菜，佢嘅天麻魚頭湯，以及攞過全國冠軍嘅八寶釀鯪魚係非常之好味。喺第2日嘅夜晚，我哋喺酒店品嘗海鮮自助晚餐，無論係海鮮刺身以及煎扒糕點熟食一應俱全。咁如果大家覺得呢條線路 OK 嘅話呢，真誠咁希望大家可以轉發分享出去，或者係同啲親朋好友一齊報名啦。